45岁女星于浩然与王中平结婚23年，育有一对儿女，堪称是演艺圈模范夫妻。不过于浩然去年惊爆，老公曾背了至少2000万元负债，让她一度想离婚。日前她又在节目中透露，最近很常被亲友询问什么时候离婚。她更加码爆料，当年王中平娶她后，演艺事业的确有走下坡。于浩然日前在综艺节目《麻辣天后传》中透露，自己经常被询问什么时候离婚，甚至跟老公散步时，也会有路人说我看 Line 说你们离婚了，让她相当无奈，直呼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我们离婚？我们明明这么恩爱。另外，她也提到，由于当年嫁给很红的王中平，不少亲戚都认为两人收入优渥，因此每逢过年都会询问她你老公年收入多少。结果几年后夫妻俩传出负债一事，亲戚们态度立刻大变，开始当面酸，那就跟你说，谈恋爱要谈久一点，艺人哦就知道不稳定等话。于浩然提到，最让他气愤的一次是有位亲戚直接问，对婚姻你有没有很后悔，让他听完几乎快翻脸，但仍冷静地回，如果我人生中注定有一段时间要很辛苦，那我情愿年轻时先苦后甘，等年纪越大就越好。 EQ 超高的回应获全场大赞。此外，于浩然还自曝，王中平娶了她后，演艺事业的确有走下坡，但是他又帮助她在上坡。他也透露，王中平曾暖心地说，若当时没有结婚生子，如今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去面对很多事情。据了解，王中平当年负债曾达2000万元，让于浩然产生离婚念头。所幸于妈妈全力金援，夫妻俩才挺过危机，并顺利还完债务。